各位兄弟姊妹平安。这是礼拜要开始，请咱将手机关机来敬拜上帝。为什么咱要点两支的蜡烛？伫咧大降节的时阵，第一支蜡烛是要提醒咱上帝透放甲帮赞；第二支是提醒咱撒加利亚甲着伊丽莎白对弥赛亚将来来临的迄个愿望。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乌老的诗歌来到伊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即时咱要用圣诗第234首，圣诗第234首，我心实在乌老来吟诗，请起立。心是
即时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感谢你保守看顾阮每一日日子，因为天父上帝大怜悯甲恩典，阮会当组织伫你的圣殿来敬拜，阮是真正有福气的人。主啊，阮知伫追求信仰的道路顶面，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有时阮会怀疑，有时阮会无坚定。违背主的教示，阁时常得罪你，袂记得你的疼，浪费你的恩赐。阮为着家己的软弱来悔改，求你赦免阮的罪。主，你是葡萄树，阮是枝，离开你，阮就袂当做啥物。恳求你帮助阮，时常连结伫你，常常伫你内面。互阮的一切言行举止，拢会当合主的心意。阮也将今日礼拜交托互你，恳求主的圣神甲灵牧师伫地，互阮伫牧师的讲道中，搁较来认捌主。即时，阮要用你所教示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柄、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即是咱同心来启应文第44篇，启应文第44篇，也就是以赛亚书第44章。咱同齐来启应。顶个上帝讲：着安慰我的子民，着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受压迫劳苦的日子已经满，因的罪责已经清清楚。因为着家己的罪，已经受着上主加倍的刑罚。有啥话讲？着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伫风暴收平咱的上帝的大路。逐个山谷拢要吞互甜，大细的山顶拢要掘互家，冤屈的要解福德，坎坷的要收福田。上主的阳光一定显现，所有的人拢会看见。这声上主安尼清脆宣布，有啥讲你着宣布。我讲要宣布啥物？着讲人拢亲像草，因的阳光亲像山野的花，草会干，花会谢。因为上主的气吹伫因因。这声人拢真正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毋过咱上帝的话永远袂改变。报好消息，互世间的人啊，着上关山。报好消息，互耶路撒冷的人啊，着大声喊。着大声喊，毋免惊。对犹大的城讲：恁的上帝来啦！看，至悬的上主要带大权能来临。要用权力治理。看，伊抢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伊拯救的子民行伫伊头前。伊要亲像无遮顾伊的羊群。要用手压我羊仔囝抱伫胸前。这声，伊要带遐个互羊仔树林的羊母稳稳啊行。即是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
马拉基书第3章第1节到第4节，咱做伙来读。上主万军的统帅讲：我要找见我的使者，准备我头前的路。顶底找求的主会忽然间来到伊的圣殿。恁所仰望迄位利约的使者得要来啦。毋久，伊来的日，谁人会记载袂牢？伊出现的时，谁人徛袂知？伊亲像炼金的人用的火，亲像漂泊的人用的剑。伊要来审判，亲像人伫提炼纯金。伊要净化利未的后代，锻炼因，亲像伫锻炼经文。一直到因袂当献下期的祭物，互上主。迄时，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人民要献上主所欢喜接纳的祭物，甲古早的年日相款。愿上帝祝福咱领受伊的话的人，搁去行的人。即时，青少年团契要带咱来学罗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歌是主恩典。愿一切所有歌声，诚做芳芳的坐到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今仔日要为咱来正道的是林耀新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预备道路，信心等候。将时间交牧师。来，下这平安。今仔是咱大港节的第2主日，咱嘛感谢咱的青少年团契用着咱头仔所听见的这条诗歌主的恩典这条诗歌，搁一摆来引带咱，通看见咱为虾米需要来预备道路，来信心听候，是因为主伊的恩典所以咱透过青少年团契因所吟的，也会通搁一摆来带领咱好好来亲像咱伫咧即个大港节的即个第2主日，咱应该爱用着一个什么款的心情来预备主的再临，安尼即个季节。咱今仔日即个领受的即个经文，伊伫遐不断来给咱呼吁一个真要紧的字句，叫做预备道路。这毋是干那是伫咧为着主，嘛是为着咱的即个信仰的生活。今仔日咱的经文内面来咱来挑战，
爱伫咧即个信心的中间来预备咱家己，互咱会通安尼同齐安尼来，互咱家己的迄个性命成做一个注意会通徛起的一个所在所以伫咧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即个经文一开始，伊就伫咧中间，伊伫遐讲起讲安那，伊讲上帝差遣伊的使者来备办道路，伊伫遐不断伫遐来讲起着咱伫咧即个中间毋若是干那预备道路，搁伫遐伫咧中间主伊要认证伊的百姓，搁安那搁互因伫咧主的面前会通献上迄个公义的即个即个安尼讲祭物。这段的经文内面提醒咱，伫咧主要伊再来的时阵，是带来迄个审判，甲着迄个认证的一个相定的意义。咱伫咧安尼一年搁一年，咱伫遐咧等待的时阵，咱到底用着一个什么款的心情，咱来面对？咱伫咧预备主的再临的时阵，咱是干那亲像即马伫咧安尼市面上遮个商场伫遐讲咱伫遐安尼准备圣诞节，安尼若定是咱真正已经准备好势，咱安尼伫遐安尼迎接主伊的再临，因为主的再临是带来是审判，主的再临的迄个进程，是认证，所以伊要伫咧中间要锻炼咱，亲像今仔日这经文内面讲起，伊要锻炼咱，亲像咧锻炼金甲银。什么是金甲银？是爱用什么落去锻炼？是用着烈火，是要透过迄个烈火，将咱生命内面遐个遮个安尼讲杂质，安尼一直不断来甲伊烧掉，互咱的心真正会通安尼，互主来甲咱接纳，互咱会通伫咧主的面前咱迄个认证的迄个过程检测会通讲是一个真，咱讲真艰辛的，真安尼，甚至会通有安尼侪的遮个困难，因为伫迄中间，咱需要伫咱的迄个，甲伫咱的迄个生命内面，伫遐咱亲像伫遐咧安尼摔跤共款，伫遐咧安尼对付咱家己原底迄个具体的生命，所以咱伫咧即个等待过程内面，咱是不断爱伫遐来反省咱家己，咱会通看见咱家己的迄个生命的迄个境况，特别是若当圣神伫咱的心内伫遐咧甲咱讲解的时阵，咱是毋是有看见迄个咱的迄个生命内面的迄个黑暗的所在？互咱欢喜伫咧中间来换心，用到一个纯洁的迄个心灵来回应咱的主，伊对咱的迄个疼。咱是毋是有欢喜来互上帝伫咧特别是伫咧即段即个安尼大共的即个节期的时阵，来欢喜互主来认证咱的生命，来将咱生命内面遮个咱讲渣滓遮个杂质来安尼将遮个来甲伊烧掉、清掉。遮个渣滓、遮个杂质，有可能是咱生命内面的遐个罪。咱讲隐而未现的遐个罪，是咱迄个咱讲自私自利，也是迄个自高自大自大。所以大港节是一个审查的一个时期吼，咱需要用到一个真谦卑的心，搁一家来到伫主的面前，通过圣神的光照，甲引带，互咱会通真正。看见咱家己生命的迄个境况，来伫迄个中间，咱欢喜来安尼来认证咱的内心，互咱会通成做主伊荣耀的迄个器皿。所以伫咧路加福音内面的第1章内面，伊遐讲起到一件事件，就是即个加色列约翰伊的老爸撒加利亚，伊伫咧当伊伫咧圣神充满的时阵，伊伫遐预言讲上帝的迄个救赎甲伊的光，伊伫迄中间，伊伫遐宣告，伊讲上帝的灵敏要亲像光共款，
要亲像迄个清早的日光对天顶来照咱，照咱遮的安尼，迄落咱讲，伫咧迄个黑暗中，甲着遮个死亡阴下面的人，引带咱的脚步行入即个和平的路。伫迄中间，咱会通看见，即个撒加利亚伊伫迄中间，伫遐看见上帝对伊的迄款安尼启示。咱若是会通落去查咱即个规个即个新旧约的时阵，咱会通发现，伫咧旧约甲新约中间有将近400年的即个咱讲黑暗的时期。伫咧迄个段时期内面，咱的上帝伊无搁再讲话，无透过遮个先知伫遐来对伊的百姓来讲话。伫迄个中间，规个迄个世代是一个黑暗暗的世代。伫迄个中间，人伫咧黑暗中看袂到光，伊伫迄个中间因无仰望。但是当撒加利亚伊伫咧圣殿伫遐咧献祭的时阵，伊看见着上帝的预言，上帝的迄个救赎甲伊的光伫遐，伊伫遐来宣告，上帝的怜悯要亲像日光共款，伫遐来安尼伫咧迄个关天伫遐来照耀咱。伊即个黑暗的即个世代，互迄个伫咧黑暗世代的人伫遐会通看见光，佮引带伊的百姓来行入迄个平安的路。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应允！今仔日咱踮伫咱的即个世代，咱会通发现，伫咱的即个世代内面，咱并无比伫咧撒加利亚迄个时代有任何会较光一寡，反倒有可能是搁较黑暗。咱搁较需要有主的光来引带咱，互咱会通看见伊的光。照着主伊的应允，伊讲啦，伊要带领咱行出即个黑暗的迄款的权势。所以伫咧诗篇126篇内面，佫讲起着安那，伊讲伊伫迄个中间讲，上帝伊要怎样来互遐个受掠的人会通定心来得到自由。佮用着迄个喜乐的迄个目屎，伫遐来安尼讲浇灌，伫遐来灌压伊迄个希望的迄个种子。所以咱会通看见的是伫咧迄个安尼伫咧迄个当时，遮个以色列百姓因受掠时阵，因伫迄个中间安尼，搁一摆伫咧诗人伫迄个中间来得到上帝应允，讲上帝要互遮个安尼流目屎、野种子的，要因出去要欢欢喜喜来伫遐来收割，要用到一个欢喜的迄个目屎伫迄个中间来带着种子出去，搁带着迄个希望的种子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野，要来伫遐会通来欢欢喜喜来收割倒转来。所以伫咧中间，咱会通看见伊要互咱一个搁较大的迄个确信，就是咱伫咧迄个困境的中间，咱伫咧困难的中间，上帝应允是信实的，伊的救恩也的确要带来迄个更新，甲着迄个复兴。咱会通看见伫咧咱的生命内面，到底咱有偌尼安尼掠着上帝伊对咱的迄个应允。伫咱的生命内面，咱是毋是因为拄着咱的一寡的困境、一寡的挑战的时阵，咱就伫迄中间来累积，咱就伫迄中间来安尼受着捆绑。那亲像咱的生命内面，有充满了侪侪的黑暗，甚至被即个咱讲辖制。当咱只有咱凭着信心来伫遐来领受上帝伊迄款安尼的应允。咱就要搁一摆来选择相信主伊的话，要的确临到伫咱。所以咱伫咧即个虽然咱像徛伫咧即个黑暗的即个世代，但是咱有缘，因为咱凭着信心领受上帝迄款安尼应允，咱选择相信主的话的确要成，主伊就要的确带领咱来去安尼讲迄个穿透，迄个伫咧咱生命内面遐个黑暗啊。甚至遐个限制咱的遮个遮个黑暗的遮个代志，甚至遮个任何的遮个困境甲挑战，要互咱的生命会通搁一摆带来迄个复兴。
迄款安尼要安怎会通得到迄款迄个冲破迄个黑暗甲迄个被辖制？咱要安怎赢过咱生命内面的即个黑暗甲辖制？伫咧行使咧约翰，伫咧路加福音内面，伊安尼讲起着，伊讲爱诚做主的道路的工人。佮咱要安怎诚做主的道路的工人？行使咧约翰，伊伫咧中间，伊伫遐来呼吁，伫咧路加福音的第3章内面，伊伫遐讲起着安那，讲爱为主准备道路，为着伊来修直小路，一切的山谷着屯福田。所有大山小山着卸福低，弯桥的路着改福直，坎坷的路着修福平。这也就是咱今仔日咱的伫咧咱的即个启示文内面，咱有伫遐来念的。咱伫咧中间，当咱伫迄念的时阵，咱有伫遐来准备好咱家己，欢喜互主来使用咱。诚做主伊迄个，咱讲哪像伊的道路的小道工共款无？这是一个，咱若看到这段经文，咱会通真知影、真清楚知影，这是一个真大规模的改造的工程。咱常常伫咧咱前一阵仔，咱台湾拄着风台甚至地动了，有真侪所在来崩山，滴到有一寡真侪所在道路袂通。所以，迄个上帝伊伫遐应允讲，爱修直伊的路，佮要安怎，互迄个山谷甚至是关山，要伫迄中间屯落，要甲填满，佮安怎，迄个安尼有挡掉的所在，要甲伊卸福平。所以咱会通想象讲，迄是一个偌尔啊大的工程，伊拄伫咧上顶着咱需要真彻底伫咧迄个安尼来。看见咱生命内面的遮个困境，咱的遮个黑暗，甲着遮个捆绑咱的，咱伫迄中间，咱欢喜来伫遐调整咱的生命。咱伫即个中间，才有法度开始来迎接主伊的再临。所以腓立比书的第1章内面，保罗伊伫遐嘛有提起，伊期待教会安尼讲，伊。为着遐个腓立比教会的正信徒，伊安怎讲？讲我所祈求的是安尼，恁的听会哪加添，恁的知识甲着对逐项的判断力嘛免进步，互会晓分别什么才是上好。安尼伫基督的日，恁才会成做一个纯洁无通嫌的人。咱会通伫咧即个所在来会通看见，咱。安尼毋若是需要备办好咱家己，咱嘛需要诚做迄个修道路的人，帮助人会通来安尼亲近主，认捌上帝的听，甲着伊的真理。所以咱会通看见，伫咧咱大共的即个过去，伫咧即个等待的即个时期，咱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咱要安怎互咱的听哪加添。这些华语讲，让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不断的增长。所以，咱一个真要紧的，伫咧咱的生命内面，咱所需要挖出来是要安怎，互咱的听会通过哪加添。所以，咱是安怎，咱的伫咧现代即摆即个时阵，咱是安怎会做遮济遮关怀事工？因为这是主的命令。咱透过咱伫遐来关心着遮个弱势者，这嘛是主的命令。伊主讲做伫咧迄个至美事，就是做伫咧我的身上。所以咱是安尼照着主的命令，咱着做伫咧遮个弱势的遮个兄弟姊妹内面，互因伫咧因的透过因的生活的改变，因的迄个生命会通伫遐来接触着咱遮个。是安怎遮个基督徒伊要安尼来听我，因有啥物款的目的？尤其伫咧咱即摆咱即个世代有真侪遮个欺骗，所以咱伫咧咱当咱要来听人的时阵，人甚至会问讲你是安怎要关心我？你要听我，你要关心我，你有啥物款的目的？咱无啥物款的目的，因为主会听。
所以咱就伫咧迄个中间来听咱的遮厝边头尾。所以是安怎咱安尼咱的不管是伫咧咱的教会今年圣诞节或者的活动，也是咱规个宜兰联导会所有一切活动，拢敢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因为基督的听，所以咱伫迄中间来听啦。所以咱应该搁较用着一个欢喜的心来去参与伫咧逐样的遮个事工，互遮个互咱对主所领受的迄款安尼听，咱也会通伫迄中间来甲咱所接触到的人，甲因来相分享。所以有当时咱检查咱心内，咱会伫遐想讲是安怎咱安尼，咱家己关心咱讲较简单的，今仔日咱的教会内面嘛，已经有真侪遮个兄弟姊妹需要咱关心，是安怎咱需要搁关心搁较侪人，因为这就是主的命令。所以咱伫咧迄个中间，咱伫遐用着欢喜的心来去关心遮个弱势者，互因有机会会通去领受着主的听。因为亲像牧师伫咧进前已经有所分享过，咱对上帝，咱对咱的主所领受到的是一个大的恩惠。迄个恩惠内面有一个就是主的救赎恩典。搁过来，咱所领受到的是另外一个，就是迄个要服侍人的迄个恩典，迄个恩赐。所以咱会通透过咱伫迄个中间，安尼，因为咱对上帝领受迄个遐尔大的恩惠，咱就伫迄个中间来服侍咱的遮所拄着的遮肢体，互因有搁较侪人来领受着迄款安尼主的听。咱也伫迄个中间来搁一摆来安尼帮助咱家己，咱伫咧逐项的即个判断力的顶面会通拿进步。伫咧咱的即个知识，毋是干那只有干那一般普通的遮个知识，咱是伫咧生活顶面的一寡知识，逐项的判断力，咱会拿进步。咱会通看见今仔日咱伫咧即个社会内面有真侪遮个咱讲似是而非的遮个代志，一直不断伫遐发生。咱会通看见规个社会内面充满侪遮个似是而非的遮个观念，直到咱伫迄中间安尼受到威胁。咱是毋是因为咱有对主领受对伊来真理的神，互咱真正有迄款安尼的判断力？但是咱嘛会通看见，今仔日就算是基督徒领受上帝的话语，但是咱嘛会通看见，伫咧咱的生活中，伫咧侪遮个社会代志顶面，犹原会通看见着一寡基督徒所活出来，并无迄款安尼迄个知识到着迄个判断力，反倒是亲像看起来像是退步的。所以伫咧咱面对着咱今仔日伫咧即个大共的这期的时阵，咱真正好好转来到伫上帝话语的内面，咱搁一摆来反省咱家己。伫咧大共的这期是一个自我反省的一个真好的时阵，咱好好来反省咱家己，到底咱所领受着上帝话，咱所看的，咱所听的，以及咱所想的，是毋是真正有下伫上帝的话语？咱是毋是伫迄中间，咱有法度伫遐透过咱所宣讲的，咱伫遐来人讲起的时阵，咱所活出来，咱所实践的，是毋是真正是照主伊所教示咱的？是咱伫迄中间，咱犹原共款，互即个世界一直不断来甲咱将咱拖落去，互咱亲像向下沉沦共款。安尼的时阵，咱要安怎成做一个纯洁无通嫌的人？所以，咱伫咧面对着咱今仔即个大共的节期的时阵，咱需要搁一间好好来回想咱家己。咱是毋是有欢喜参与伫咧即个甲人分享主的听？搁咱要伫咧迄个中间，咱要怎样来去做真好的分辨，来互咱安尼愿意用到一个欢喜的心来去安尼改换咱家己。咱看见着迄个安尼甲主的话语无共款的时阵，咱是毋是会通好好来去亲像？
所以咱通过这段经文，咱会通过一解好啊来回应咱过去咱所分享到的。当咱伫遐领受到上帝恩典的时阵，咱的生命伫迄中间不断伫遐来改变，咱无搁再是干那咱家己好安尼若定。咱需要是咱各怪，咱开始去陪伴咱四周围的人。咱甚至如果你若伫咧即个时阵，你感觉讲我伫咧，若像我并无有啥物款的感动，我要去关心啥物款的人。即个时阵，咱是毋是会通好啊来向主来祈祷讲主啊，但我即马现主是我并无有想到啥物款的人是我需要去关心的，但是求主你为我陪伴。咱会通来向主来祈祷，来祈求讲主啊，求你为我陪伴一个就好。我今年只要你为我陪伴一个就好。咱拄好有一个真好的机会，伫咧咱不管是咱伫咧即个圣诞舞会，咱的12月21号礼拜六下晡的即个圣诞的迄个安尼下午的舞会。是伫咧咱的联导会内面，伫咧咱的市公所市民之声的迄个音乐晚会，以及伫咧咱的管府所办的即个圣诞的音乐晚会，咱会通有真侪机会，会通好去拄着侪咱过去咱所无熟悉的人，咱是毋是会通伫咧迄中间来欢喜，甲人分享上帝的疼？咱伫遐来安尼欢喜。甲着咱遮同神的兄弟姊妹伫遐共同来去关心咱安尼伫遐咱活伫咱四周围的遮兄，咱的遮的安尼讲咱的遮的亲情，咱的遮的安尼福音的朋友，互因伫咧中间来伫遐开始会通有机会去接触到主的恩惠甲主的恩典。求主帮助咱会通透过咱安尼不断伫遐来陪伴。咱遮四周围的人，互因咱毋是咱讲啥物话，是互因伫迄个咱的生活中看见咱的生命迄款的改变，来互咱会通安尼开始，若领受着耶稣基督迄个救赎恩典，佮互因会通因为看见咱的迄个生命的改变，因伫遐若嘛欢喜来跟对，咱会通成做因的信仰的典范、信仰的模范。因伫遐来看见咱的生命，因也欢喜来跟对，佮因嘛伫遐开始要欢喜甲人分享上帝伫咧因的生命内面的迄个改变，甲因的迄个手术互因的迄个服侍的逐样的恩赐。我用上简单的咧咱伫咧昨咱安尼有举行迄个素明节，因叶先生朴文兄的即个告别礼拜，咱的文科弟兄迄落伫咧咱伫咧迄个时间咧安排时阵，素明节一下就我问起就讲你翕相的部分，你有人通好甲你斗相共无？伊就一个就讲。请文科弟兄，因为伊伫咧咱的迄个群组内面，伊看见着文科弟兄伫遐来分享，伊所翕的一寡遮的相片。当看书去问文科弟兄讲，阿美姐阿美姐敲电话去问文科弟兄讲，伊有通欢喜来做即个服侍无？伊一个手就答应，这就是。咱伫咧领受上帝迄个恩典的内面的时阵，伊伫咧咱的中间看见着主的疼，佮伫咧迄个中间，伊开始伫遐敲说讲，是安怎即阵人伊要来关心我？佮怪咧，我伫咧迄个中间也去领受着讲，即个疼真正是一个对主来的疼。伊伫遐毋若安尼，伊佮怪，伊就伫遐来。领洗咧进入伫上帝教会，佮毋若安尼，伊就领受着迄个服侍的恩赐。伊用着伊已经家己有的恩赐，伊伫遐来服侍人。弟兄姊妹，咱需要的就是安尼。咱伫迄中间来回应上帝的疼，咱也伫迄中间，毋是干那领受咱领，
咱也伫迄中间来回应。回应，咱会当上简单就是先咱家己会晓，毋是摕咱袂晓的来服侍。主伊拢有赏赐咱每一个人拢有逐样的恩赐，咱有欢喜要互主来使用啊无？咱伫迄中间来将咱家己所领受到来甲人分享，互每一个人，因为咱的服侍。咱小小的服侍，因看见咱迄款咱的服侍，因就伫迄中间来去看见着主的听伫迄中间，也有人有可能因为安尼，因的性命也要来伫遐开始来去敲吹。是安怎即阵人因才有听？是安怎即阵人伊要来关心我？就因伫迄中间就有机会来去接触到主的福音。迄个福音的种子就伫咧因的心内底下来安尼布下大长，所以咧兄弟，咱需要毋若是干那咱家己成长，咱伫迄中间自我反省，咱家己成长，咱需要伫迄中间陪伴咱的兄弟姊妹，陪伴咱所主所交托互咱的。当咱伫迄中间，咱伫遐来安尼来陪伴咱的遮个兄弟姊妹，来去安尼，咱讲。像咱头所讲的，讲穿透迄个伊性命内面的遐个黑暗，也是讲伫遐迄个对伊的迄个捆绑的时阵，咱就是咧预备主的道路。咱透过咱伫迄中间来帮助咱家己，也帮助着咱所陪伴着的人。咱伫迄中间预备主的道路，互伊互咱本身也互别人会通成做主所合用的迄个修路工。所以弟兄兄姊，伫咧大降节的即个第一段的即个安尼讲，即一段的即个预备的即个过程内面，伊提醒咱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咱需要用着信心甲疼心来同行，伫上帝的迄个安尼的认证的内面，互咱会通来做几件代志。第一个，咱伫咧上帝对咱的迄个。认证的过程内面，互咱会通真正用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去安尼接受主对咱的迄款咱的认证。所以咱伫咧咱的生命内面，拄着一寡遮的困境，咱伫咧拄着遮的挑战的时阵，咱用着一个欢喜的心来伫遐来感谢主，讲主啊，感谢你，互我会通拄着遮的代志。因为我拄着遮的代志，是要互我的生命会通搁一个搁较大的成长。咱拄着遮个代志的时阵，是因为拄好是拄好我能力无法度完成的。正因为是我能力无法度完成的，所以伫咧即个时阵，主透过安尼的方式来认证我，互我用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伫迄个中间来看见我家己的欠缺。我伫遐来追求主，我伫遐来安尼，甲着我遮同神的兄弟来伫遐同齐来去突破我迄个生命内面的遐个困境、遐个黑暗、遐个挑战。所以咱面对着咱生命内面的遮个困境、遮个挑战，拄好是一个主伊要认证咱一个真要紧、一个真好的机会。所以咱用着一个真欢喜的心，伫遐谦卑来伫遐接受。咱毋是伫遐来伫遐，亲像当初时出埃及的遮以色列百姓共款，因伫遐拄着代志的时阵，因就开始伫遐埋怨。咱是用着谦卑的心来伫遐来接受，感谢主，伊对咱迄款安尼丰盛的恩典。因为当咱若拄着困境、拄着挑战的时阵，咱用着感谢的心来回应的时阵，因为咱真确实知，咱所拄着遮个。毋是咱所无法度担当的，是主伊要透过即个方式，伊要来认证咱，要来帮助咱，互咱会通提升，互咱不管是伫咧咱的工作顶面，咱的生命，咱甲人的人际关系，甲着咱做遮个代志，咱所拄着遮个代志顶面，伊要提升咱，互咱得到成长。第二。咱伫咧主的灵敏的内面，咱真正会通安尼，互咱用着有一个仰望的心，顺着迄个仰望的心。咱伫咧面对着主伊的灵敏的时阵，咱
都应该有一个搁较大的迄个愿望，因为伫咧，若毋是主的怜悯，主伊早就来临。主伊若毋是因为主的怜悯，咱早就伫咧迄个灭亡的迄个道路的顶面。因为主伊满有怜悯，伊伫迄个中间，咱伫遐透过咱伫遐等待，毋是主伊迟到，是伊伫遐期待会通有搁较侪人的心来伫遐来回转。所以咱会通用到安尼款的心，有迄款安尼的愿望，真清楚知影，咱的主伊的确要来，但是伊伫迄中间，伊伫遐等待，咱会通搁较来去呼召搁较侪人，去招呼搁较侪人，去关心搁较侪人，因也会通来领受主伊的救赎恩典。第三，咱伫咧中间会通伫咧主伊对咱的迄个使命内面，咱有一个愿意做的心，咱会通伫咧主伊对咱的迄款安尼的命令，咱就伫咧主的命令的内面，咱用着一个欢喜的心来去做主伊所交托咱的。不管今仔日伊所交托咱的是啥物货，咱就伫迄中间用着一个欢喜的心，伫遐来参悟，伫遐来看见上帝伊怎样伫咱的生命内面做迄个奇妙的代志。特别伫咧咱今仔日咱即个世代，咱会通讲非常的冷漠。咱的教会也好，不管是联导会、活动也好，拢是一个真好的机会，互遮的福音朋友有机会入来到伫主的圣殿。咱伫咧迄中间，当咱若看见着有一个是你无熟悉的，咱是毋是有一个欢喜的心，伫迄个中间来甲伊来伫遐来陪伴？我相信目前伫咧咱的中间有一个人检测咱感觉较无熟，迄个是啥物人？我家己都无熟，就是伫咧春夜边仔坐迄位啊。伊叫啥名？小纯。好，咱先拍拍来欢迎伊。伊伫咱的中间，我毋知影讲，如果若有一个你无熟悉的人来到伫你的中间，你要怎样？你家当成空气吗？是你伫咧中间，你特别如果啦吼，如果若有一个你完全无熟悉的人，伊来到伫咱的教会中间的时阵，伊确实拢无伊家己一个人坐伫咧遐。咱要安怎？咱是毋是有欢喜？就算讲无人甲你讲，你有欢喜的心伫遐来，我去伊的边仔，坐伫伊的边仔，你先做自我介绍无？咱伫咧12月21，有可能就有安尼的朋友来到伫咱的中间，咱是毋是有欢喜来安尼做？迄个主伊已经心伫咧你的内面，伫遐有迄款的感动，伊互你看见。佫毋是互别人看见，你伫迄中间，你看见一个人，伊伫遐孤单坐伫咧遐的时阵，你是毋是伫迄中间有欢喜来亲近坐伫咧伊的边啊？伊有可能伫咧做礼拜的时阵吼，也是伫咧迄个活动的过程内面，伊伫遐足寂寞的，伊毋知要安怎。伊伫咧做礼拜的时阵，咱一时啊徛，一时啊坐，到底当时爱坐，当时爱徛，咱都毋知影咧，搞不清楚啊。如果你若有一个人会用伫遐陪伴伊的时阵，即个阮的礼拜天数是怎样？咱伫迄中间来伊来甲伊小可，互伊会用安心。伊伫咧迄场的礼拜，伊会用足有迄种安尼温暖的。佫毋若安尼，礼拜线的时阵，如果若可以，咱毋若干那自我介绍，你也会通来介绍即个新来的朋友。介绍伊2、3个。如果迄礼拜你有法度介绍伊认捌7个人，不要觉得不可能。你若真正认捌7个人，这是照统计哈。这个弟兄姐妹，因为他认识了有7位，在这个团体里面有认识7位，
伊才有法度伫咧即个团体里面生存。啊，不然的话，伊伫咧迄个内面，因为拢无熟悉人，一遍来两遍来，无人插我，伊就走啊。咱透过主，伊伫咧咱的心内迄款的一个感动，啥若毋是别人看到伊，是我去上帝，互我去看到即个人，咱就伫迄中间来关心，来去安尼，咱讲按捺即个心内的朋友，伊就伫迄中间领受上帝的疼。今仔日咱的即个福音朋友伫咧12月21来到伫咱的中间的时阵，咱也共款上帝圣神亲自互咱去看到即个新来的朋友，咱就伫迄中间来自我介绍啊，欢迎你来到伫阮的中间。啊，阮今仔日的即个活动内面吼，啊，毋若干那有即个圣诞节的活动，阮后壁阁有即个迄个爱宴吼，啊嘛欢迎你甲阮同齐来参与。阁伫咧伫个爱宴的时阵。哦，毋是干咱头前的抹菜，你伫咧爱宴的时阵，你嘛会通伫遐陪伴伊，共款，佮介绍，互伊熟悉，佮较侪朋友。即个福音的朋友，伊自然伊就会定睛伫咧即间教会，互伊透过安尼了，伊开始渐渐来去认捌主的福音，甲着会通佮领受着上帝的迄个疼。伊会通感受到即个间教会是有疼、有主的疼的教会，咱就真做迄个伫咧主的福音的迄个修平伊的道路，真做伊的迄个修路工，伫遐为主预备伊的道路。搁安怎？当主搁来的时阵，咱就安尼带着迄个欢喜的种子，因为咱也做遮种子，咱就会伫迄中间来欢喜相伴。愿主的话，愿主的神不断来帮助咱、感动咱，互咱伫咧即个大共的节期的时阵，咱真正会通重新搁一摆来回应上帝对咱的迄款安尼呼召，来为主预备道路，搁安怎伫咧信心的中间来安尼听候主伊的带领，咱同心来祈祷。全能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伫咧即个黑暗的世代，赐落你的光，佮呼召阮来悔改、来备办，也恳求主圣神来炼净阮的性命，互阮真正会通结出公义的果子，来荣光主你的名。也求主帮助阮，互阮真正会通成做你忠实的工人，引带侪人。行你迄个平安的道路，恳求主圣神不断伫阮的心内来做工，来光照阮，来引带阮，来吸引阮，互阮会通透过阮安尼不断来更新阮家己，阮不断伫遐来欢喜来换心，互主你的话会通落实伫阮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主，你就要互阮的生命哪来哪亲像主你，互阮真正会通学习主你的款式，就是谦卑弃权，互天父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掌权。主，阮就要经历主你怎样伫阮的生命内面做迄个要紧的工，来引带带领阮。阮搁一摆将阮家己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愿你引带带领保守，安尼恳求祈祷，靠着主基督圣名，免。这是咱当心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554首，圣诗第554首，透早起也好静，请起立。早起也好静，天昏昏甲热情，日头起也好静，晚晡也无天。着吞论到丢失，关心天下事情，就会欢喜景时，我个手倒来，我个手倒来，我个手倒来。
来，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好天气也好晴，风雨也唔通停，虽然乌云也密，也是强情。放口大做成做，前生又通有成，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朝上天也好晴，做工甘愿着我，虽然拄着危险，我路线。工程若是完成，游子就会请我，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请咱游玩兄弟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昆州跌倒流来受苦，顶世界死，埋葬轮虎，第三日伫山中过活，上天。三地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活命。阿免。请坐。这时咱来是一奉献。请起立。耶和华，你是天地的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今仔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气力甲性命，想事拢出自你的手。我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学到你极大的荣光。我是甚物，竟然为安尼奉献？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寄卡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伫地。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请坐。这时咱来感恩奉献，请魏庄训执事甲李恩清执事来施献。
起哩。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有能力能够帮助别人，也求你来不断的点燃我们的内心，来关怀你，因为我们知道坐在最小的就是坐在你身上，我们也将我们的一点金钱奉献给你使用，感谢，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这是咱同齐来读本周的经句，是伫马拉基书第3章第1节。咱做伙来读，请上主万军的统帅讲：我要查看我的使者，准备我头前的路。恁在找求的主会忽然间来到伊的圣殿。恁所仰望迄位立约的使者，得要来啦！马拉基书第3章第1节。这是咱报告吼，伫报告的内省，咱今天有2位新朋友。第一位是拄仔伫宝书刚斗中有介绍一个小纯，她的全名叫做白婉纯。我们请她是赵子姐跟春雅姐的介绍来的朋友，我们请介绍一下。好，我们拍手。谢谢。好，我们今天还有一位朋友吼，是桂梅姐的妹妹李桂香姐妹。好，我们在副堂那边。好，有要讲几句话吗？还是桂梅姐可以帮我们？谢谢。好，我们会后再请各位兄姐一起去认识新的朋友。好，我们一起来看周报的报告事项吼。第1点，本主日是11奉献的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第2点，下主日是退休牧师甲传教士的奉献主日，吴世朗牧师会来请安敬祷。第3点吼。22日的中午9点半，本会举行圣诞感恩礼拜甲圣礼典。14日暗时7点举行问道会，请要洗礼的兄弟甲小会员参加。第4点，今年的天使树活动有48名的小朋友申请，每一份礼物是350块，请咱兄弟做伙来关心甲奉献。第5点。22日是本年度的团契的关孝日，请各团体将迄结余款交予庄邦梅长老。29日是教会的关孝日。第6点，各团体今年的结算表甲明年的预算表，请伫29日交予张淑芬长老。收支凭证、现金账甲分类账，请伫最晚吼，请伫明年的1月12进前交予教会。第7点，
今年度甲明年度的施工报告，请伫29日交互办公室。第8点是31日的暗时7点，要举行岁末年终感恩的祷告会吼。若有讲要分享见证的详节吼，咱甲迄冯燕云姐妹来报名参加。第9点是下一季的聚会内容，请各团客伫19日之前交互办公室。具体消息的部分吼，第1点是今日下晡的3点，吼，伫宜兰教会有举行南洋区圣诞联合圣餐礼拜，吼，咱兄弟若有时间嘛会当做伙来参加。第2点甲第3点，请咱兄弟家己来过目。吼，下周的事项名单甲顶周聚会概况以及会计报告嘛，请兄弟家己来看。若有错过的所在，请同工也是干事遐来反映。以上。牧师，这边我像敢若报告，迄个伫咧咱的圣诞节的活动的部分有征召一寡遮的同工，咱若是时间都合会好势，咱若有欢喜要来参与的，会通好来甲牧师，也是甲干事来登记报名吼。咱若毋知影要安怎做，吼，牧师会甲你讲，吼，互你知影讲，其实遮的事工拢真简单，袂真困难。上重要是咱是毋是当信心拿伫咱内面感动的时阵，咱有欢喜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啊无以上。好，即是咱要来祝福公道吼，咱来看特别要祈祷的名单。第1点是为着房主姐妹吼，求主保守伊有稳定的血压，甲厝入平安。第二个是尤国丽弟兄甲林兆子姐妹，保守因的身体健康嘛，甲有厝入平安。第3是邓怡云姊妹吼，嘛保守伊的工课当顺利，厝入平安。第4点是为着简丽娇姊妹，保守伊的身体早日恢复健康。第5点是为着李瑞雄长老吼，求主怜悯伊伫今天李长老又到那个教会来做礼拜，咱会后会当过来关心。好，这是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阮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这个社会充满侪不公义的问题，受苦的一定是困苦的人民。恳求上帝赐予阮智慧，会当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无论境遇偌困难，阮照着你的掌权，有坚定的信心甲喜乐，也袂伫生活中做光做阳，诚做有影响力，阁有香味的基督徒。我也为着释教70周年的建堂来祈祷，求主圣神的光来引带，互阮会友之间有合一的意向，透过充分的信心甲准备来起造一间合伫上帝欢喜的圣殿，来荣耀你的名。我也为着教会中的集体来祈祷。特别是为着黄珠姐妹、尤国丽弟兄、邓怡云姐妹、简丽娇姐妹、李瑞雄长老，求主看顾因的需要，引带因头前的路。身体欠安的，求主你特别来医治、保守甲看顾。愿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吟正诗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心的安宁。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主赐予你心灵安康。
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高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听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他，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咱用祝福的诗歌，咱彼此来祝福。愿上帝更因你照的人，愿上帝更因你照的人，愿你照更咱是所带咱倒转，愿上帝更因你照的人。上帝更因你念的人，愿上帝更因你念的人，愿咱所受一切温暖，恩典比咱所做所讲，愿上帝听因你念的人。到没有发，最后没有什么问题。对。